庆祝清水祖师佛诞，全台开启四群星龙山寺，为29暝开始就安排了开庙门活动。同时，为了让信众在新年一开始就好彩头，特别发送开运红包，请真侪民众到场索取。去吧，看这里去吧，然后谢谢阿伯阿姨啊。这阮囝，这。不止开运红包予信众开运，为初一到初六，庙方特别安排了过7节平安桥以及2成桥祈福仪式，保佑信众平安顺遂。咱今仔日是咱清水祖师吼，咱就为迄个圣诞千秋那么昨有办平安年，今仔日的彩呢，阮拢是一定爱办这个平安桥吼，来或者善男信女，大家会当来遮过平安桥，会当安尼一冬内底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吼。四群星龙山寺伫初5也举办了平安宴，宴请各有奖交会景，市长王伟铁、立委王定武、议员蔡小辉、曾之杰、蔡小薇、蔡宗豪，也拢亲自到场祝贺。今仔日会使讲是非常的欢喜，在2万分的荣幸盛况空前，咱遮尔侪好朋友拢来咱龙山寺来甲清水祖师来圣诞千秋平安宴的大日子。我想伫遮当年的正月初5拢是咱这个平安宴的日子所以已经有一个足好的传统，嘛感谢咱吴理事长吴主委，以及各位委员，大家对着咱地方的这个付出甲努力，互咱的清水祖师的信用会当非常的传承。全台开启四群星龙山寺为29暝开始，就一连串的恭祝清水祖师佛诞活动，现场热烈国虔诚的气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信众到场接受甲祈福。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